大家諗諗，美國突然捉走馬杜羅，真係淨係為咗石油？帶住呢條問題，聽我講落去。先同大家普及下，原油係有分等級㗎，唔係黑色就得，有啲係輕質油，好似水咁易煉好賺；有啲係重質油，黐到似黑糖漿，煉起身又貴又麻煩。而委內瑞拉係重質油大地主，全世界最多。美國早喺90年代驚輕質油會用晒，就用咗10幾年幾百億將煉油廠全部改成專煉重質油。點知劇情反轉，頁岩油爆發，美國自己產嘅90%幾都係靚仔輕質油，迫於無奈要焗住出口輕油，再入口重油嚟餵煉油廠。委內瑞拉啲黑糖漿對於美國煉油廠嚟講就係救命口糧，所以一聽到美國話搞委內瑞拉，煉油股 CVX、VLO 即時爆升11%，市值一夜多1000億美金。特朗普仲話放心，我幫你哋報銷，18個月搞掂。你話同石油有冇關？但如果真係純為石油，馬杜羅一早講過，石油換平安，啲權你攞晒都得。但特朗普點解唔收貨？金仔猜測原因可能就係1. 稱後院唔聽話要打；2. 餵飽自家煉油廠；3. 特朗普要威；4. 毒品泛濫。最後評論區講下，你認乜原因？我係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